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是你做先去，你这款的变化，我一生相唱到乎你，为安怎放任这离去？凉凉的雨，暗淡的路灯，孤单的人，无要写无的心情。今夜的我，茫茫不知倒位行。树落叶，风若吹，搁再行。落叶的命，无在天空，只有冷风陪伴我。落叶的爱，无人了解，只有流浪在人海。李慧，你若去做这种粗重的工课，我也无学历，也无啥物经验嘛，无做这款粗重的工课，你叫我要创啥嘞？阿姨，伊即马好无？已经好，多谢你的关心。李慧，你是安怎无要搬倒来厝住？阮爸爸伊一直做思念恁的。变啦，我甲阮妈妈即马过了真平静，嘛真满足。我无希望有任何的改变。李慧，这钱你先收落来啊！无用的，我无用收你的钱。你是咧甲我客气啥啦？啊，咱算起来嘛是姊妹啊，啊，恁妈妈嘛算是。是的啦，我已经出来伤久啊，我要回来去做工课啊。李慧，你是讲我对恁母仔囝无好，所以才离开阮兜的？我绝对无这个意思。其实坦白讲，我并无认为你有啥物唔对，后一对咱母仔囝是会足好的，我感觉我拢无法度通了解。这嘛是我无法度谅解阮爸爸的原因。20几年来，伊是上忠实的后婿，上慈祥的老爸。自从甲阿姨结婚了后，伊那亲像拢无要搁关心我，疼痛我。我嘛捌想过，假使我若是你，我敢会用接受另外一个查某人来代替阮妈妈的地位，互另外一个查某囡仔来分我爸爸的疼惜。我同款是做袂到，既然我嘛做袂到，我要哪会去怪你呢？李慧，多谢你。别，我已经拢洗好了哈，啊，我来就好啊啦哈。李慧啊，拄则迄查某囡仔来找你有啥代志啊？李慧啊，你来我遮甲我斗3工吼，嘛已经有一段时间啦。你应该看得出来，我并不是一个歹人啊。头家，你若安尼讲啦，你是一个真好的头家啊。既然你也认为讲我是一个好人，啊是安怎你无爱甲我当做是你的大兄看待？你也知影哦，
今日你会当来遮甲我斗3工，做伙做事，这算起来嘛是一种缘，对无？安尼毋则对，人讲有缘千里来相会咧。啊，你若无去嫌讲我是一个卖米的粗人，以后你就叫我一声大兄。你做你放心，家己的小妹仔若有啥物困难，尽量甲做阿兄的人讲，阿兄一定会替你斗解决的，好无？阿兄，别哭啦！哦，阿兄哦，唔惊天唔惊地，上惊恁查某囡仔流目屎。见摆恁大嫂若是用这无来甲我对付哦，我只好抓飞机啊投降啊！拜托个啊，好心的唔好哭啊！哦，你唔才对哦，对你对。今日你就无啥物人客，你就较早转来。这包卤菜，早等你学行办餐哈。多谢阿兄。哎呦，莫搁遐阿兄当阿兄底啊！你以后就叫我天做就好啊，你听了嘛较惯势，好无？啊！你讲啥物？你当着美惠哦？阿姨人即摆伫倒？你紧讲啊！莫紧张啦，较细声啊，你唔惊爸母听到的啊。来，你即摆就要叫我去对啦？来，你找美惠啊？哎呦，拜托，你是即摆咧起笑啊？3更半暝是要去倒找？啊，搁再讲人迄面单已经早就收啊啦。哎呦，你去困一下。既然即摆知影咧倒啊吼，明仔载吼，我才带你来找吼。伊上要早是到南北啦。莲花啊，哈念啊，你是含什么人要讲话啊？哈？阿金，大妈，哪里归我？阿金，你不走？爸，爸，你真醒啊吼？阿辉讲吼，你规日阁无食饭，你一定腹肚枵啊！我叫阿辉来甲你撒一个面，好啊？免啦，你坐，我等无话要来讲。哦。丽玲，你已经25岁啊，大汉嘛已经毕业啊。我相信讲，爸爸就算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嘛我都照顾你家己，对。爸，你是咧黑白讲啥啦？你莫甲我吓惊好无？爸爸已经有悔啊，有一天总是爱离开你啊。爸，你莫黑白讲啊！你莫黑白讲啊！爸爸嘛不是讲即马就要离开你。你还阁讲，爸，你一定会活到100岁，你一定会啦！假使天公伯也袂安尼照顾你，我甘愿早一步离开这个世界。爸，这拢是我唔好，我唔对，我害你甲伊。来，我讲一下，你一定要答应爸爸，找一个好、可靠的对象，快快乐乐过。安尼爸爸在后面去记你死去的妈妈。爸，你莫阁讲啊！我拜托你莫阁讲啊，好无？都遮尔暗啊，
为即个囡仔哦，规工毋知咧甲我变啥网。美惠啊，但是啥物时阵转来？哪会去房间困啊？都已经20外岁，还阁袂晓照顾家己。万一若去互赶着，到时要安怎？美惠啊，毋知是咧做啥物工课，哪会逐工拢遮暗才转来？妈，你清醒啊？人就爱困。美惠啊，你甲妈妈讲，你到底是伫倒位咧上班哈？妈，人早就甲你讲过，人伫咧一间汽车零件工厂上班啊。你无甲我骗哦？哎呦妈，我是骗你要创啥啦？人真是在工厂上班啊。你还想要骗我毋？妈，美惠啊，你自细汉，妈妈就一直咧甲你讲，咱做人爱清清白白，千万毋通为着要趁钱来行歹路，做迄款无正当的代志。咱厝的虽然是散，啊，我的散咱有志气啊！啊，你哪会？妈，你是咧黑白讲啥啦？阮工厂最近是接到一笔真大的订单啊，为着要赶出货，工厂所有的人拢爱加班啊，所以我毋着遮暗才转来。阮头家有讲啊，货若出煞哦，伊会发奖金互阮啊。真是的，你无甲我骗哦。妈，连查某囝话你拢袂相信哦？你放心，我绝对袂写你面子的，嘛袂互阿爸第9专辑下袂放心啊。今日拄着丽玲的代志，我是毋是应该甲妈妈讲呢？假使若讲了后，妈妈一定会问我是伫啥物所在拄着的，到时阵所有代志都拢逼出来，妈妈一定会搁较伤心。袂用的，我袂用的讲的。真晚啦，紧困，明仔载要去上班呢。手，哪变啊遮尔粗咧？美惠，你敢知影？这5年来，我找你找得足辛苦的。阿兔讲明仔载天一光，我就会当见着你啊。但是我足惊这一切，毋是真的。天公伯啊，我求你保庇我，保庇我会当顺利见着美惠啊。美惠啊，真是呐，妈，你起来食早饭。妈妈吼特别甲你热两包，要互你小顾者。妈是的啊，啊困一个伤晚，煞你了还是穿早饭。太小天食，你敢是要赶去上班？来来来。
呢，我来洗就好啊。妈，我就用洗惯是啊，你用过碗伫你就浸的，我转来才做伙洗哈。洗惯是。李辉啊，你看，这鱼啊，我菜真买的，哦，鲜搁肥呢。这不管用吹的还是用煮的，一定拢做好食的。好啊，小等鱼仔煮好，你就先摕回去互大嫂食啦。这我来过就好啊。好啊，我另外加买一尾吼，我是给你冰起。暗时等在厝的时阵，爱去迄炸灯互暗食吼。唔免啦，我有甲我妈妈准备菜啊。这鱼仔还是可能明仔载才搁互大嫂食啦。甲我你的客气啥？我再讲哦，恁阿嫂伊足歹喙斗的呢。若是连续回食两工鱼哦，伊绝对甲我避免的啦。阿嫂实在真好命，记着你这款哦，这么体贴搁爱的翁婿。哪有法度？上叫伊头一个就替我生一个后生。我若无对伊较好的吼，将来囡仔大汉时阵，伊若连下面囝来对付我，我毋就凄惨落魄啊，对无？才好啊，我来记。动作较紧好无？你行车班是要行到民国几年啦？哎呦，拜托你莫咧讲我叫，即摆才几点尔，人也毋是咧卖早顿的，哪有可能遮早就出大啦？啊，都已经9点嘛，搁咧早，紧嘞啦！你特别问知，我希望即摆会当随看到美惠你咧。好啦，规地咱讲吼，你就是见色起友啦，行啦，行啦。这位太太，你有安怎无？明辉啊，这是啥物人？哪会倒喺遮呢？敢若破病啊！咱赶紧送来去病科要紧啊！不爱啦，我不爱去病院啦。你面色看起来无啥好呢，也是带你去病院来，互医生检查，较会放心啦。不爱啦，我这是旧镜头啦，无安尼拜托恁啦，恁甲我换去头前遐小坐坐就好啊啦，好无？阿拖，恁斗相共啊？你若拄毋是赶正经，你毋是要去找迄个？救人较要紧啦，你快点再讲。哦，来。美惠啊，你较贤讲话，你去遐苦劝，叫迄太太莫搁哭啊啦。这位太太，恁兜电话号码是几号？我通知恁兜的人来带你转去，好唔好？这位太太，多谢恁吼，我已经无代志啊。哪会安尼啦？老朋友，啊，这拢总偌济算算？哦，多好100。100。多谢，有英姐过来啦。好了。请坐啦，请。请坐啦，请。微微，要是你，我总要甲你找着啊！是啦，你认唔着人啊啦？微微，你看我清楚我是明辉呢。我想你上5年，我找你嘛找5年，我哪会认唔着人？美惠啊，吼，我甲你讲吼，我拄着你的消息尔吼，害我规暝拢无困啊，透早就拖我要来找你啦。阿痛啊，你到底爱遐尔爱管音乐事啊？我哪有法度？算叫阮两个是好兄弟啊！美惠，你有哪真无意思咧？当这是讲话走就走啦，
含恁老嫂都唔知恁规家伙啊搬喺对啦，害吼林辉啊吼规工安尼失魂落魄，你知影无？足可怜的啦。头啊，你莫搁讲啊。好啦好啦，莫讲就莫讲啦。啊，恁两个坐咧遐看我讲啦，啊，我来煮面好啦。阿透啊，啊？哎呦，你免烦恼啦，煮面我有哪内行的啦。啊，恁两个莫顾徛啦，坐咧啦，看要哭啦，要笑啦，随在恁啦，当作我无一只啦。啊，等下我来来面哦，煮好才芳两碗粿互恁食啦。李慧，你妈安尼敢若咱两个啥物代志拢毋捌发生过好？咱好好讲一个话啦。你甲我放开啦！我袂放啦，我这么简单才找着你，我绝对袂放。李慧，你甲我讲，你啥要离开我啦？我甲你无啥物通好讲，你甲我放开，你莫来强要我。你啥？啊，你啥人啊？甲米花其他人手哈？哎，你讲你啊，站在你顶大板啦。哦啊，你哦，要死！搞死你啦！啊，把钱借到，走来我走来乱啊！米花啊，你有对你安怎啊？你啥物啊？才跟我老母。米花，米花，拿倒来！你若搁甲伊讲好滴哦，我绝对就无客气哦！啊！米花啊，你去对米花，叫我有米花！米花啊，哎呀，李慧，李慧，你想那边的闪票啊？我到底是倒位做唔对啦？5年呢，我逐工拢在问我家己，陈明辉，一定是你家己做了唔好，你得失着美惠，你伤过伤伊的心，伊才会来离开你，连一张被也袂留予你，美惠。是毋是安尼？你甲我讲好，我求你，你甲我讲好，我到底是倒位做唔对？美惠，你莫甲人害头了呢？你开嘴讲话啊！你莫搁讲啊！我叫你莫搁讲啊！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，明明知影难有的无份，偏偏不愿意。明知这是一条蛇路，一条袂当回头的路，捧着烧酒，向恁落去，已经不知滋味。啊，请你倒转去，就此请你免怪意。你对阮的情，不过是这。